即届小坑风台敢若透大风，无啥落雨，造成加严的风剩甲真侪农作物出现那像臭灰大状况。嘉义县府和农改场昨着展开会勘，初步估计受损的种植面积有到397公顷，受损的金额有到739万。当日大的番茄球叶仔唔若冷去，甚至拢乌乌，亲像臭灰大共款。农改场人员讲，风台了后雨水无够。花南的海风甲食物拢扣打去，所以才有败残的状况。建议定种会较好。看你要顾嘛，你也要顾，你就是稍微一半嘛。啊，你也要去顾，差不多个20%呢，是超过啊。除了落草以外，布地、铺子、落卡拢有农作物，因为这有盐分的小风出现烧伤情况。立法委员就邀请县政府甲农改场到现场来了解状况。啊有苦瓜，啊有西瓜吼，啊有其他二期水稻，啊有迄个硬菜花，因为这个风哦，佮带有一点盐分啦吼，啊规个扫一个全部拢打扣去安尼。啊，伊这硬菜有几啊株花，毋过主万即水花起来，伊长个湿哩，伊来就收成就加足歹。纯主籽就无法度成型啊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，除了农作物以外，嘛有一寡农业设施有损害的状况。目前县内初步统计，农业损失面积是397公顷，损失金额是739万，会赶紧来进行农损调查，希望协助农民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